这是清明连假的上尾一天，明仔载要开始上班咯。但是海上的风影真大，澎湖往嘉义的船班全部来取消，民众只好是转坐无人机，也则是坐台华轮到高雄。结果这个澎湖机场一透早，人就挤甲规厝经，往高雄的邮轮嘛来客满，游客化艰苦。我这两个位置，要不要两位先上？ 澎湖机场人是有够多，想要转去上班，哪会遮困难？澎湖往嘉义的船班因为风影伤大，取消后，机场就拢总人，有真侪人伫等保位，有民众就烦恼讲，恐惊无多转来上班。早上还没6点，我就来这边等了，然后有些人都睡在外面，就是一直补啊，所以就只能这样子。所以我说，这是我们澎湖人的宿命。 对澎湖人来讲，因感觉真无奈。9点50，华信高雄客满，这边没有候补。台北无人机拢客满，澎湖人想要问讲，到底这款情形什么时阵会改善？马公航站今天提供了68班的一个离场的运能，那座位数有来到7300多个。那我们目前大概就是跟县政府、交通部跟民航局来跟航空公司互相协调后续输运的一个运能状况。 除了机场，其他路线的船班嘛拢买无位，澎湖往高雄的台华轮，但要买票人有够济，嘛是拢客满。连假结束想要回来台湾本岛上班，却是未顺利。民众叫苦连天，也阮嘛是爱继续等。